11月7日，加拿大总理贾斯汀·特鲁多会见了部分居住在加拿大的维吾尔人。这次会议是在加拿大自由党在蒙特利尔举行的筹款活动上举行的。共有10名维吾尔人活动人士参加了募捐活动，包括加拿大维吾尔维权工程成员以及部分在加拿大的维吾尔民众代表。参加活动的维吾尔人有机会与出席宴会的总理贾斯汀·特鲁多直接会面，并向他讲述了一些维吾尔人的重要问题。在回应土耳其大国盟议会计划和预算委员会对维吾尔专利的批评时，外长贾乌什欧卢表示，西方国家想在政治上利用这个问题来对付中国，而土耳其则单独发表声明。贾乌什欧卢在随后的声明中指出，近来西方国家关注维吾尔人权问题。他说，我们要共同行动，伊斯兰世界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团结，不幸的是突厥世界也没有团结。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方面我们不能完全按照我们的意愿行事。贾乌什欧卢注意到维吾尔问题存在不同的平衡。他说，但即使我们孤身一人，我们也会像巴勒斯坦一样继续保护维吾尔。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周二以军委联职总指挥身份视觉时说，这次视觉就是要亮明新一届军委全面加强练兵备战的决心态度。有分析认为，中共正为台海战争做准备，恐把中国逐步推向战争边缘。有关欧盟理事会主席米歇尔在上海进博会视频演说被取消的传言成真。3名欧盟外交官证实，米歇尔的视频发言最终没有播出。一名外交官表示，中国人希望删去米歇尔讲话中的部分内容，欧盟方面宁肯取消播出，也不愿意审结。另一名欧盟外交官指出，中国当局要求删掉讲话中所有与乌克兰战争相关的内容。据德国电视2台报道，德国联邦经济部长反对向中国投资者出售德国芯片公司埃尔摩斯公司。德国经济部专内人士表示，这项收购将对德国的公共秩序和安全构成威胁。为此，经济部已向政府提出建议，对此项交易加以禁止。最近，德国总理舒尔兹允许中国中原集团入股汉堡港的一个码头，引起战役。沙特阿拉伯宣布与土耳其进行谈判，以鼓励直接投资。沙特阿拉伯官方机构的消息称，促进与土耳其的投资问题是沙特阿拉伯部长理事会会议的议程项目之一。